两个相爱的人本来就应该做伙啊。你即摆真正是一个人啊，也毋过我，你看，足侪人拢是写你拍某的代志，你也当啊手头菜哦，无可能无法度斗相共。你今嘛就去甲全世界讲，我无拍某。张个，无要紧。我一直感觉你无结婚是跟我有关系。我希望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，好不好？这靠阿是，到底是去创啥？我就答应林正好啊。你的幸福是甲你为做伙对无？我的离婚是我的决定，袂当怪任何人。只要有缘分，不管人伫倒位，一定会相逢。